好香啊！塊雪花肥牛仲好 juicy 添啊！不過內地到處都係假貨，有冇古怪先？的確係假嘅。呢啲雪花肥牛其實係用機器將牛油脂肪直接打入一啲低價牛肉入邊，實行嚟一招山雞變鳳凰啊！現時就算係頂級嘅內地牛肉，每公斤售價都只係人民幣100蚊，但變成雪花肥牛之後，立即升價10倍，可以賣到每公斤1500蚊㗎。有人仲更加明目張膽喺網上登廣告，話可以用低成本幫手將低價牛肉加工成高檔貨。就是把肉到时候裹油的时候滚一滚出来了之後放到冰櫃裏一冰，接着就到成型一樣。機器操作好操作，那個牛油注射進去，保住形，保住它就是加熱之後它不走樣，它需要加一個保形的保形劑。咁消費者又有冇辦法分辨真假呢？如果好的雪花牛油的就是那個滿天星一樣的紅點白點，非常均勻，很漂亮的。它合成的呢，它肯定就不規則，而且呢出來有大點小點之分。專家話，如果真係不幸食用咗啲假肥牛，對身體亦會構成影響㗎。我們吃的能量可能超啦，容易引起超重啦、肥胖啦，甚至血脂高啦，動脈硬化啦，怕這塊。大啖肉擺入口，當然暢快啦。但目前內地並未有監管合成牛肉，所以消費者唯有靠自己打醒12分精神啦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